你要干嘛？我被人下药了，求求你，放开！只要你答应我，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。我竟然和他睡了。我出来考察项目，没想到被我大哥算计，还给我下了迷情药，幸好他救了我。对不起，我昨晚……你混蛋！你是什么人啊？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我被人下药了。既然你是我的女人了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秀玲，我怎么听到你在叫啊？没出啥事吧？妈怎么来了？你快躲起来！我不躲，我说要对你负责，一定会信守承诺的。秀玲啊，我进去了。你们，妈，我和他只是……秀玲啊，妈这20年都是你独自一个人照顾着我这个老太婆，又含辛茹苦的把浩洋拉扯长大，你遭了多少罪，吃了多少苦，妈这心里啊都清楚。你现在终于想明白了，愿意再找一个，妈呀，这心里啊是特别的高兴。妈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秀玲啊，妈不反对你们，只是希望你们过得好就行。哎呀，妈，浩洋都那么大了，我还嫁什么人呢？秀玲啊，我不介意你有儿子的，而且我可以把他视如己出，可以帮他。不用你帮忙，我儿子已经入赘到了村长家，我以后就陪着我妈，我哪儿也不去。你赶紧走吧。我不走。好，你不走我走。哎，秀玲，秀玲，我来吧。哎，秀玲，让我来吧，以后这种体力活我干就可以了。哎，秀玲，这种天气，怎么带婆婆去看病啊？秀玲，我找燕雨衣，我可以背阿姨去医务所。最近有哪里不舒服啊？慧敏是闷得很。要不是有他，婆婆今晚恐怕就熬不过去了。他应该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。擦擦吧。秀玲，你终于愿意理我了。好。秀玲，我来吧。远州，你之前说的话还算数吗？秀玲，你愿意嫁给我了？嗯，愿意。江总，江总，啊，江主管，可该找到您了。您公司有事，老板让你马上回去。好，秀玲啊，回去有点事要处理，处理完以后再回来。你放心，你等我1个月，1个月以后啊，我一定回来娶你。
江总，是我的疏忽，让您受惊了。无妨，是该回去见一见我大哥了。当年我父亲把公司交给我管理，我大哥就一直不服气。我这几天没有回去，恐怕他没少做一些谋权篡位的勾当。江总，您真的要娶那位村妇做总裁夫人吗？对，只有她才适合做我的夫人。秀玲啊，妈，你在这等小江？没有，是浩洋。这孩子之前不是说3个月回来一次吗？我算算日子，也就是今天。远州走的时候也说是今天回来，我想刚好可以介绍他们俩认识一下。浩洋这孩子啊，要是知道你找到这么好的男人，一定会很开心的。但愿如此。那好，你在这等，我去帮鸡先给你喂掉。那你慢点啊。哎，你怎么样了？你别吓我，妈！他的这个病情很严重，我这里治不了，你得赶紧的把他送到大医院去。不过什么，医生？到大医院的费用很高，你得给他准备好5万块钱。5万块钱？怎么要那么多？这还只是前期的费用，你得赶紧回去啊，想想办法。哎，医生，医生！5万块钱，我去哪里筹5万块钱？浩洋，浩洋，是啊，妈，咱们还有浩洋呢，他一定愿意帮我们的。走，妈，咱们去找浩洋。去通知双桥镇的分公司，让他们做好安排。我要风风光光的把秀玲接回荣城。好，另外，宋浩然的岳父开办的工厂一直想从我们江氏集团拿订单，那就下几个大订单给他们，以后把他们列为我们江氏集团的合作厂商。指定孙浩洋负责对接所有业务。是。妈，你在这等我一会儿啊。浑身是细心，去白富美。干什么了？这可是当地首富赵村长家开的工厂，外人不能随便进的。啊，同志，你好，我是孙浩洋的母亲，我有急事找他，麻烦您让我进去。我听说老板家的女婿好像没事什么人，所以他才入赘过来的。你也不看看你自己这个穷酸样，也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，就在这乱攀亲戚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，赶紧走。不是，同志，我真是孙浩洋的母亲，要不你让他出来也行。老板的女婿是你想见就能见的，我没空跟你在这瞎咧咧，赶紧走。浩洋，你奶奶病了，你快出来啊，浩洋！哎，我去！你喊什么喊？那个死女人，想害我丢工作呀！再不走，我就要对你不客气了啊！同志，我真是孙浩洋的母亲。不好意思，哥，这我妈。浩洋，妈总算见到你了。我都说了，我得闲的时候就会去看你的，你没事别来找我。我也是一时兴起。你奶奶病了，奶奶病了就去找大夫，你找我干什么呀？我也不想麻烦你，可是这2年家里的收成不好，没有攒下几个钱，我真的是实在是没办法了才来找你的。谁看得起我也没钱呢。妈从来没有跟你开过口，这个钱就当是我问你借的，我以后一定还你，还不成吗？就这么多，拿去。不够，这不够。你要多少啊？医生说，至少要5万。5万？你疯了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就这么多了，你爱要不要？赶紧走！哎呀，赶紧拿钱走！孙浩洋，你在干什么？孙浩洋，你在干什么？媳妇，我错了。他要5万，我不是也没给吗？儿媳妇儿，
这个钱就当是我问你们借的，我以后一定还。秀宁，你等着，我这就把你接回江家。我只想和你在这豪门中做一对最平凡的夫妻。哈哈哈。爸妈，你们赶着去哪儿啊？丫头，你还不知道，我们小桥村马上就迎来天大的好事了。荣城首富看上了我们小桥村的姑娘，要娶回去做总裁夫人呢。我们家在小桥村那可是有头有脸的存在，谁敢不给我们家面子？借着这个关系，那以后我们攀上荣城首富，那还不是简单的事？听说啊，首富亲自来接新娘子了，这种好机会咱千万不能错过。娇娇，你和浩洋快跟我们一起去吧。好啊，我还没见过荣城首富呢。亲家母，我婆婆病了，急需用钱，我能不能向你们借一点钱？我以后一定还给你们。这个女人怀孕了，这个女人怀孕了。怎么可能呢？我妈都40多岁了，还是个寡妇，怎么可能怀孕呢？这个麦香肯定是怀孕了，跑不了。这么大人了，都干的什么丢人的事情？你这什么妈呀，也太恶心了吧！都一脚进棺材的人了，还能怀上野种？你怎么能干出这么丢脸的事情？不是的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啊！看着他，学长，真是没想到您能大驾光临，让我们受宠若惊呀！老赵啊，你是怎么认识荣城首富江总的？我得到可靠消息，他指定要和你们赵家工厂合作。还有这种天大的好事，那咱们家以后就发达了。他们还指定孙浩洋接洽所有业务呢。老公，你真是出息了！还不是因为娶了个好媳妇吗？那是，你是沾了我们赵家的光。好了，不说了，我要回县里准备一下。县长辛苦啊！县长您慢走。这有点奇怪，我这还没去呢，这县民怎么就突然砸到咱们家头上了？肯定是因为我的才华被首富认可了呀！你还笑得出来？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你有个这么伤风败俗的妈，要是被首富知道了，他还会重用你吗？浩洋，我肚子里怀的不是野种，他是有父亲的。不行不行，我们赵家马上就要有好日子了，不能让这个贱女人给毁了。是啊妈，浩洋刚刚得到重用，要是被首富知道了，我以后还要靠浩洋飞黄腾达呢，可不能让这个老女人给毁了。浩洋，你不能听他们瞎说。闭嘴！还不是因为干了这么丢脸的事情。啊，你帮帮我呀！你得给我指条明路啊！这个怀了野男人的杂种、不守妇道的女人，依我看，就该把她带到孙家祠堂，以死谢罪。什么？就该把她带到孙家祠堂，以死谢罪。什么？来人，把她给我抓起来！秀宁，秀宁，给你2分钟，查夫人在哪？是。江总，查总裁夫人在孙家祠堂，好像出事了。什么？浩洋，你相信我。动手！秀宁，在干什么？都给我住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都给我住手！秀宁，有没有伤到？我没事。什么人敢到我这里来闹事？江总，查总裁夫人在孙家祠堂，好像出事了。什么？秀宁还不知道我的身份，我要是带一群人过去，怕会吓到秀宁。你跟我去孙家祠堂，你们在这等我。你跟我妈什么关系啊？肚子里面野种是不是你的？我是谁？你们没有资格知道。但秀宁是我未婚妻。你就是李秀宁这个老女人的姘头啊！妈，原来你就是为了这个男人才做出这么不要脸的事情啊！真是什么锅配什么盖啊！你这个寡妇妈配个老光棍刚刚好。你们这群势利眼，你们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人是谁吗？他就是荣城。你们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人是谁吗？他就是荣城。
我倒要看看你们这群人平时到底是怎么对秀宁的。怎么不说了？继续说，编不下去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就是小桥村的村长，在这里我就是小桥村的天，我只要动动手指就能捏死你。一个小小的村长，这么大口气，你敢讽刺我爸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们马上就要跟荣城首富成为合作伙伴了，趁现在赶紧给我跪下磕头道歉。就凭你还敢说这种大话？像你这种对自己亲生母亲都不孝顺的人，我看你也没希望和首富合作了。看来我要好好的收拾你，不然你不知道得罪我的下场。来人，给我打！别！我下跪，我替他道歉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！厅长，不是村长，赵村长，你放过远征吧，是我一个人的错，你只要放过他们，我保证我让你处置。对不起。你这个贱女人，你还想替谁求情呀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这对奸夫淫妇都别想好过。我的女人你也敢打？老公，他竟然敢打我，他连村长的老婆都敢打！你们给我狠狠地揍他们！今天我让他们都走不出小桥村！不要！我求求你们了！我求求你们了！村长，我给你磕头，我替他向你道歉。秀玲，对不起！秀玲，快起来！你们放过他好不好？村长，你不知道，他们招聘的这些保安，全部都是村里的地痞流氓，他们真的会打死你的。小莲，放心吧，他们拿我没办法的。你们一个都别想跑啊！包括他肚子里的野种。什么？秀玲，你怀孕了？哟，你不知道她怀了野种啊？难不成这个小杂种是别的男人的？不是的，我没有跟过别的男的，孩子是你的。秀玲，太好了，我当爸爸了。秀玲，你放心，我不让他们对你动手的。你们要不要脸？你们这对奸夫淫妇还要不要脸了呀？啊！都多大的人了，还搂搂抱抱，真是恶心死了。老公，首富一会儿就要到了，别让这对狗男女脏了首富的眼睛。你赶快把这事给处理了。还愣着干嘛？把他们给我抓起来，等首富走了，再好好的收拾你。洪总理，是。好，既然还敢反抗是吧？都给我上！住手！睁大你们的狗眼，看看我是谁！你们要是再敢闹事，就对你们不客气。什么玩意儿？哼！这怎么可能？这名片上写着荣城首富的名字，刚才他的手下还叫他江，难道他真的是荣城首富？老公，你会不会眼花了？他怎么可能是荣城首富啊？是啊，爸，一张名片又证明不了什么。爸，这肯定就是唬人的呀！这名片一看就是假的。是啊，爸，你不看看李秀宁，她都多老了，还是个寡妇，真的江首富怎么会娶她呢？女儿说的有道理，如果真是江首富的话，他的眼也不会是瞎的。老公，你忘了，县长说了，首富和他的车队去接新娘了。怎么可能会在这儿？那是不是我把县长请过来，让他亲口告诉你们我是不是真的？他既然能请到县长，那如果真的是首富的话，那这个贱人就是首富的夫人。老公，我们不是派人去打听消息了吗？差不多也该回来了，等一下就知道是真是假了。对，老婆说的对啊。村长，首富已经到了。什么？他真的是首富？什么？他真的是首富？不是啊，村长，首富的车队刚到山脚，现在还在原地休息，相信很快就到了。哼，我差点被你骗了。李秀宁啊，李秀宁，你看你找的什么野男人啊，还敢冒充首富，真是活腻。不是，
袁周只是为了帮我，他不是故意撒谎的。你说的话谁信啊？哎，老公，如果我们把这个假装是首富的骗子抓起来交给首富，咱们一家岂不就是飞黄腾达了？是啊，那我们赵家就可以挣很多钱了。是啊，媳妇。你还敢笑？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你现在跪在我下面求饶，说不定我还能饶了你。敢让江总下跪，你活腻了吧？还在我面前装首富是吧？啊，竟敢挑衅我！你不跪，好，马上江氏集团石桥县分公司的杨经理就要来到这里，到时候我看你还怎么嘴硬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你们好大的胆子！兄弟，兄弟，袁周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哎，快看，杨经理来了！哎，快看，杨经理来了！周秘书，哎，周秘书，杨经理怎么没来？杨经理他，江总已到小桥村去迎接总裁夫人，我得赶过去。你立刻通知小桥村村长，协助他做好迎接江总的准备，不能出现任何问题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去吧。杨经理让我过来通知你，江总马上就到小桥村了，你到底准备好了没有？哦，都准备好了。哦，刚才这两个骗子在这闹事。哎，这个人你认不认识？不认识，怎么了？就这个人啊，刚才拿个名片冒充首富，哎，就那个样子还挺唬人的。哼，他，杨经理正在陪江总迎接总裁夫人。如果他是首富，那杨经理一定跟在他身边。他就是个忽悠人的骗子，不知道从哪听到今天江总要来小桥村的消息，这都把你唬住了。周秘书，这首富马上就来了，你这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影响肯定不好。这两个人该怎么处理？你告诉我，我现在就处理。我看，把他们都送去警局。周秘书，这件事情跟袁春没有关系，这全部都是我一个人的错。你抓我！你让开！哪来的要饭的你？别拿你的脏手碰我的高档西服！我今天要接待江总，你要是耽误我的大事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你赶紧走，这里交给我。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，周秘书，真的都是我一个人的错。你要抓你抓我。哼，我看你们就是一伙的，就应该把你们都抓起来，给首富一个交代。不要！哼，一伙的，他们一家人是秀玲家的亲家。按理说你要抓，那你他们一起抓了。哦不，我是村长，我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就是我们赵家和他李秀妮一家穷鬼毫无关系。对，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说什么？你凭什么这么对我？这些年是我一个人把你抚养成人，就算家里面再穷，我都想办法让你读书啊，哪怕没有饭吃了，我都没有让你饿着。为了你，我是没日没夜的在替你干活，我甚至可以忍着别人的嘲讽，我挨家挨户的去向别人借钱听天下去的，就因为我想买你想要的东西。我从来都没有让你饿着，也没有让你吃过半点苦啊！你居然说出这样的话，你还是个人吗？秀玲，你怎么了？我们的我不会让你和孩子有事的，你放心，我现在就带你回去。怎么还想跑？哼！今天如果让你们跑了，我怎么跟江总交代？秀玲和她肚里的孩子如果有事，让你们全部陪葬。宋助理，给我去找医生。是。哎，如果有人拦路，把他们都带去。另外，通知杨经理，你们杨经理给我赶过来。哎呦，都死到临头了，还在装呢！我看他这是演戏演上瘾了。杨经理马上就带着江总和总裁夫人到了，你们就等死吧。
抓住他们！都给我住手！杨经理来了，这下你们就等着认罪吧。杨经理，哎呦，杨经理，您终于来了！这里竟然有人敢冒充首富啊！正准备把他们抓着，好好教训一下。你给我滚开！江总，江总，杨经理，你说的是杨经理，您认错人了吧？他就是冒充首富的骗子呀！他是啊，杨经理，他和这个贱人就是个姘头，他们两个就是个骗子。混蛋！睁大你们的狗眼看好了，这位就是荣城的首富，江氏集团的总裁。江总，是我安排不周，还请您原谅。杨经理，你的手下很不错。对不起，江总，都是我的错。元哲，你怎么会是首富呢？对不起，秀莲，我本来是要告诉你的，可是我担心你知道以后就不愿意跟我在一起了，所以我才想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再跟你说。没想到你却被这些混蛋给欺负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和孩子有事的。宋经理，立马去找医生。是。秀玲是我的未婚妻，你们居然这么对她！如果我们的孩子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会让你们付出惨痛代价。杨经理啊，在。他们怎么对秀玲的，会让他们10倍奉还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让他们跪下！江总，我们知道错了。我是被他们骗了呀！江总，您饶了我吧！我被他们骗了，我。你这个败家的娘们儿，都是你出的馊主意，让我得罪了首富，你给我滚！江总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们都知道错了。不好了，村长，工厂门口的老太婆死了。把他们送去警局。江总，那个老太婆不是我们害的，是她自己生病死的，跟我们没关系啊！妈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救救我吧，我可是你亲儿子，这谁都不怪我呀，都是我媳妇，她让我这么做的。亲家，亲家母，我是亲家，你带我们求求首富啊！是啊，亲家母，你现在是贵为总裁夫人，一定能帮我们求情的。婆婆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们再也不敢了，求求您救救我们吧！孙浩洋，你联合外人，害死了从小最疼爱你的奶奶。你们这些人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。把他们拉下去，10倍奉还。妈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小时候无论犯什么错都会原谅我的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啊，小杨，你我之间母子情缘一断，从今往后，你好自为之。带走。妈！小娘，我现在送你去医院。元哲，秀娘，你醒了。我们的孩子，放心吧，孩子没事。我婆婆，对不起，是我来晚了。不过，以你现在身体啊，不宜太过伤心。我已经把她安葬在全荣城环境最好的墓园。等你身体好些，我就陪你去扫墓。谢谢。你是我未来妻子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等你身体好些以后，我和你就举办一场隆重的婚礼。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，怎么能做总裁夫人呢？你不要妄自菲薄，你品性纯良，怎么就做不了这总裁夫人呢？不过你现在还病着，我不想让你太累，所以我们的婚礼啊，缓一缓再说。好。进来。这是秀玲啊，你为我受了这么多委屈，这些都是给你的，你看喜不喜欢？这也太多太贵重了。你是我的妻子，这些都不算什么，以后我会把一切最好的都给你。来，替总裁夫人更衣。
秀玲，你真美。秀玲，从今以后，我不会让任何人再欺负你，我要让你成为这世界上最幸福的妻子。我姐夫呢？怎么没来机场接我？江总在什么？在陪总裁夫人。什么？我姐夫什么时候再婚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还没有举行婚礼，听说前几天刚从乡下把未来的总裁夫人接回来。他是什么人？怎么住在乡下？听说是个村妇。什么村妇？我姐死后，姐夫一直没有再婚，现在居然找个村妇回来。这么多年，陪在姐夫身边的人一直是我，下一任的总裁夫人怎么应该轮到我了？居然被一个村妇抢了先！唐小姐，我真是替你感觉到不值。而且我听说总裁还十分宠她，她到底有什么好？这个贱女人竟然敢跟我抢远征，我一定不会放过她！您这样冲动，恐怕会惹怒总裁。那咱们就来个借刀杀人。走，跟我找我可爱的外甥女江妍妍。妈，浩洋是我一手带大的，我怎么都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对我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他。秀玲啊，别再想浩洋那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了。你求总裁免他不死，已经很开恩了。你现在已经是2个人了，最重要的是你要爱护好自己。可是我就只有这么一个儿子，如果当年我没有把我的女儿弄丢，日子也不会过成这样。乖女儿，你在这等妈妈。江主任，孩子，你一定要等妈妈回来。我记得当年我被那些人追捕的时候，不小心跌进了山沟。等到我回去再去找我女儿的时候，她就已经无影无踪了。好了，秀玲，别太自责了，说不定以后还能找到呢。是啊，我记得她右边的肩膀上有一个蝴蝶形的胎记，以前是我没有本事，说不定现在我有希望找到她。看到你过得好，我就放心了。妈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的活下去。气死我了！小姨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妍妍，你爸要娶一个乡下女人，快跟我回家啊！你说是谁让我小姨不开心了？小姐，你有所不知，江总裁不知从哪里找回来一个乡野村妇，说要娶她当总裁夫人，还纵容她欺负你的姨母。哎呀，别说了，谁让远州喜欢人家呢？欺负也就算了。小姨，你别怕，在我心里你才是我的家人。她一个乡下的村妇，还妄想做我的后妈。放心啊，就算我爸再娶，那也只能是小姨你。哎呀，妍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怕姐夫娶一个乡下女人回来，让作为首富的江家让人看笑话。小姨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什么都只为江家着想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那个乡下的女人如愿。贱人，谁让你勾引我爸的？他为什么和我年轻的时候长得那么像？难道她是我走失的女儿？楠楠，是你吗？谁让你碰我的？你别以为我爸对你好一点，你就可以当我的后妈。你搞清楚，我妈在我爸心里的位置，可是没有人可以替代的。原来她就是远州的女儿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取代谁的位置。你知道就好，我爸最疼爱我妈了。就算我妈去世这么多年，这个房间也不可能让别人随意进来。你一个乡下的土包子，也想占着这个家女主人的位置？你要是识趣点，就收拾东西主动离开，别等着我动手。看来是我想多了，她一个高高在上的大小姐，怎么可能是我的女儿呢？看什么看？还不赶紧滚！远州没有回来之前，我是不会走的。你还敢拿我爸来
来压我。我告诉你，我可是我爸唯一的女儿，他最疼我了。我不管要什么，他都不会拒绝，只要我不同意，哼，我爸是绝对不可能娶你的。你不要再赖在这儿了，哼，收拾东西，主动给我滚出去！我说了，我只听远州的，只有他才能让我走。哎，你看啊，这就是没有文化的乡下女人，竟然不知道什么是廉耻，为了江家的金钱和权势，竟然像个狗皮膏药似的，赶都赶不走。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嘴脸有多让人恶心？赶紧收拾你这些破烂，给我滚出去！这里可是荣城首富江家，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待的地方。让你当首富夫人，我们江家可丢不起这个脸。对呀，你快滚吧！你这个样子连狗都不如。你们没有权利这样侮辱人，这就叫侮辱人了。我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才叫真正的侮辱人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按住！你们要干嘛？你敢推我！不要！妈！对不起啊！你活着的时候，我没有让你过过一天好日子，死了，我连你的照片我都保护不了。你装什么无辜啊？我爸都不在这儿，你苦气戏演给谁看？就是啊，妍妍，这种女人啊，真是太心机了，竟然拿一个死老太婆做文章，你可千万别对她手软。死了又怎么样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竟然敢拿一张照片来要挟我！你小小年纪怎么说话这么恶毒，连对逝者最起码的敬畏都没有？你爸就是这么教你的吗？都给我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爸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你知不知？这怎么回事啊？谁干的？你们俩被开除了。江总，我们不能离开江家，是我们错了，求你饶了我们吧，饶了我们吧。滚！爸，你为什么要罚他们？明明就是这个贱女。你还敢说？没有你的指使，他们敢这么做吗？张口闭口老贱人，她很快就成为你妈了，就这么对待长辈的吗？你的家教哪去了？赶紧给秀丽赔礼道歉。爸，你竟然为了一个乡下的女人打我，还让我给她道歉。姐夫，我看就算了吧，这家里突然来了个外人，妍妍心里一时接受不了也是正常的。从小到大你都没打过她，这还是第一次。就是我以前太惯着她，才敢让她在长辈面前这么放肆。江妍妍，你今天必须道歉，不然以后就别要爸。对不起，这下满意了吧？你这什么态度啊？算了，远州，孩子还小，要慢慢教。回屋静读3天，好好反省反省。哎，妍妍，姐夫，妍妍她……你也走。哼。秀玲，妍妍妈妈去世的早，我把她教惯坏了，今天委屈你了。没关系的，我知道她还小嘛。你以后就是妍妍的妈妈了，以后啊，还麻烦你好好管教管教她。20年前，妍妍的亲生母亲救了我，可惜这么多年都没有找到她，就连唯一见过她的人也因车祸失忆。希望秀玲来了可以帮我好好管管妍妍。好，都听你的。我总觉得妍妍对我是有什么误会，以后一定要找机会把误会解开。连家里的下人都能欺负她，我得想个办法。秀玲，马上就要端午了，我准备给你举办场宴会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未来的总裁夫人。我还要当众宣布你怀孕的喜讯，以后我不许任何人再欺负你。好。谁欺负我们妍妍了？这么大火气，还不是乡下的那个贱女人，不知道在我爸面前说了我多少坏话，我爸到现在都不理我。真是委屈妍妍了，
长这么大，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？小姨，你快想想办法！难道还让那个贱女一直压在我头上？妍妍，你放心，过几天啊，我听说姐夫要给他举办宴会，到时候小姨一定狠狠为你出这口恶气。真的吗？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瞧瞧。袁州，秀玲啊，你真美。待会儿我陪你一起去参加宴会，我会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的身份。江总，有要紧的事要跟您汇报。什么事？他们见过妍妍小姐生母的保镖已经恢复了记忆，我想带她来见你。那岂不是很快就能知道妍妍的亲生母亲是谁了？秀玲，我有事先去处理一下，你先去宴会，我随后就到。好。远强，你弟弟可真有意思，这不声不响就带回来个未婚妻，还是个上不了台面的乡下女人。什么？乡下人？我们江家可是荣城的第一名门望族，远州怎么能找个大字不识的乡下人呢？哎，原来这场宴会居然是给一个身份低贱的农妇举办的。今天还来了很多社会名流，要是被他们看到这么土的女人，咱们江家的脸今天可是要丢尽了。哎呀，我真的不知道我这个老弟啊，他是怎么想的啊？这丢人关起门来不行吗？还搞得这么大张旗鼓。这明天新闻的头条啊，恐怕就是从农村来的首富夫人。再这么折腾下去，我们江氏的股价它不掉才怪呢！啊，那我们不是全都要跟着遭殃了吗？这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。就是，我看他连老鼠屎都不如，听说长得又老又丑，还不知道用了什么下三滥的手段。勾引了我们远州，我今天啊就等着看他的笑话，看他到底有没有脸站在这儿。哎，这个女人是谁？竟然长这么漂亮，还蛮有气质的嘛！站住！我怎么觉得她跟妍妍小姐有几分相似啊？闭嘴！她也配跟我比？不过就是山鸡差了几根凤凰毛。哎呀！什么味儿啊？没有啊，我每次洗澡都用香皂的。哎，我姐夫呢？他不是说要跟你一起来的吗？他临时有事儿。是临时有事，还是他不愿意跟你在一起，嫌丢人，不愿意来呀？他是真的有事儿。我可听说啊，江总愿意娶你，是你趁人之危，爬上他的床。这才让他不得不娶你。既然这边都不欢迎我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别走啊！一会儿我姐夫来了，没看到你，万一怪我们招待不周，可怎么办啊？哎呀，连个玩笑都开不起，真没意思。你们都是第一次见我，你们都不了解我，为什么一定要冷嘲热讽、咄咄逼人呢？哎，你们听听。他这可是在讽刺你们，连他都不如啊！人到了，江总，妍妍小姐生母的照片我已经找到了。这是妍妍啊！没想到妍妍跟她妈妈居然长得这么像。总裁，这是妍妍母亲20年前的样子，至于她现在的样子，我们也不清楚。把照片发去中正大学的实验室，让他们预测一下20年后的样子，要快。是。我走了，秀玲还在等我们。我们去宴会那边等消息吧。日子是过给自己看的，好不好只有我自己知道。别人说什么我管不着，但是我知道远州是真心爱我的。死女，还挺能忍。喂，你要不要脸？哎，妍妍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她可是很快就要做你妈妈了。我才不要这个又老又丑的女人做我妈妈，她也配？江总，公司的3大股东来了。哎，这别人啊可以不管，这3大股东啊对我们江氏那可是很重要的，我们是一定要去敬的。
既然我老弟没来，你就去替他敬酒。喝酒？我不会喝酒。我带你去啊！来了！哎呀，来，三位来了，来，我来引荐一下，这位是我未来的弟妹江总的未婚妻李秀玲。江总的未婚妻，这是哪家的名门千金啊？我是乡下来的。那你肯定有过人之处啊。我这位准嫂子会养鸡、养鸭、养鹅。哦，对了，还会养猪。江总行事啊，不拘世俗，不是一般人能够效仿的。我们来一起敬一下我们的3位股东一杯，来，干杯！哎呦，我操！呀！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我这位嫂子啊，还没见过什么世面，可能啊连酒都没怎么喝过，这才将酒喷到你们的身上。没见过世面就不要带出来了，这不是闹笑话吗？有这样的总裁夫人，以后江氏在荣城还有什么脸面？江远洲啊，江远洲，没了3大股东的支持，看你以后还怎么在江氏立足？像她这么粗俗的女人，凭什么做总裁夫人？江家的脸都被他丢尽了。让他滚出江家！滚出江家！滚出去！我看谁敢让他走。对不起，是我来晚了。远洲，我问你，你真要娶这个乡下女人？是的，这是我已经决定好的事。我劝你最好想清楚。我江远洲没想好的事是不会做的。远洲，我是看着你长大的，你小的时候优秀，能力出众，年纪轻轻的就创下了一番事业。你父亲啊，特别的器重你，所以才在临死之前将江氏集团交到你的手上。你看你现在在做什么？一个乡下女人就把你迷住了吗？是啊，远洲，豪门的婚姻从来不是个人的事。你前妻死后，你不和其他豪门望族联姻也就算了，既然娶了这么个乡巴佬，你可是江氏的总裁，荣城的首富，那总裁夫人可是江氏乃至荣城的脸面。你们的事，我们不同意。不同意。3位股东，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，但李秀玲，我娶定了。你要娶她，就是和我们作对。今天谁也不能阻止我。诸位，我今天在这里郑重地向大家介绍我的未婚妻李秀玲女士。她淳朴、真诚、善良，坚韧不屈，不谄媚，不讨好，不趋炎附势，待人诚恳，处事公道，不娇惯，不做作。她身上这些所有品质都是我所珍视的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知道她会在任何时间、任何情况下把我放在第一位，不论是贫富、疾病都不会弃我于不顾。这样的人才是我想携手一生的人。江远洲，你糊涂啊！如果你是个普通的人，那么你说的这些就是你的择偶标准。可是以你的身份，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能给你的事业带来什么好处？你对得起江氏集团吗？江氏集团，我自然会好好打理。而且我还有一个喜讯要宣布，那就是我们江氏集团要迎来一位新的继承人。新的继承人？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我的未婚妻李秀玲女士已经怀孕，这个孩子将是我们江氏集团新的继承人。江远洲这是鬼迷心窍了，也枉费了我这么多年对他的栽培。这豪门的婚姻哪有什么真爱，无非都是利益，相互利用罢了。他怎么这么糊涂？他怎么知道那孩子就一定是他的？说不定啊，是那个下贱女人和其他男人的野种。他现在就宣布新的继承人，也不怕将来打自己的脸。 3位股东，我弟现在的情况你们可都看到了吧？根
本就不听你们的劝告，一意孤行啊！再这样下去，我江氏集团迟早啊是要被他拖垮。不如你们考虑一下我的建议。先按你说的办吧。都准备好了吗？唐小姐，你真的打算这么做吗？当然。李秀宁，我看你这次……江总，荣成台那边派人送来了妍妍小姐生母照片，就在酒店楼下，她要亲手交给你才行。好，秀宁，我有事出去一趟，等一下过来找你。来，李秀宁，我们喝一杯。我是真的不会喝酒。哎呦，你刚才不是挺会喝的吗？你就在这等着，一会儿啊，不管是谁进来了，你就办你该办的事情。那说好的报酬，你把事情办好了，少不了你的。哎，姐慢走啊！你要把我带去哪儿啊？放心吧，跟我走吧，江总啊，在等着你呢。哎呀，他们这是要把他带去哪儿啊？我得去看看热闹。你又进去了啊！为什么要跑？是我记错了吗？刚刚好像不是这个房间。愣着干什么？快走啊！唐小姐还等我口信呢。走。刚刚那是把李秀宁送到了你家屋子。来吧，小宝贝。放开我！救命！快开门！开门！谁敢来坏老子的好事啊？是李秀宁！救我！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快点帮忙！李秀宁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在这房间里是谁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可能是我记错房间了。开门！快开门！哎呀，你们有没有事？蝴蝶形开季。乖女儿，你在这等妈妈，千万别出声。孩子，你一定要等妈妈回来。难不成妍妍真是我的女儿？妍妍，你肩膀上的胎记，可以再让我看一下吗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们在这等着。妍妍，你没事吧？小姨，李秀宁，你敢让人来背信妍妍？小姨，你说什么？你说是他陷害的我？是啊，妍妍，要不他怎么能这么快就来救得了你啊？这一切都是他的计谋，他就是想通过来救你，来博得你的好感。可是我刚刚明明看到他被……妍妍，你就不要再为这种女人说好话了。你还小，根本就不懂得她这种乡下女人有多恶毒。唐曼书，你少在这污蔑我了，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男的，我怎么可能支持他去侵犯妍妍呢？你说你是清白的，那么好，问问他不就知道了。
事？说，你是否认识他？是不是他让你非礼妍妍的？剩下的钱就给我好好表现。是他，这一切都是这个女人指使我的。怪我刚刚还那么信任你，没想到你真的跟他是一伙的，你怎么那么恶毒？不是这样的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你，你为什么要污蔑我呢？这是你给我的钱，你说事成之后会给我10倍，这钱我不要了，我求求你们放过我就行了。你胡说！我什么时候给过你钱了？就算你说是我指使的，那你告诉我，我是在什么时候、什么地点给你钱的？她可是首富的未婚妻，你可不要乱讲，随便冤枉人，要不然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对，我没有冤枉她，是她嫌弃你妨碍她嫁给富豪，想借此机会来教训教训你。混蛋！你真的跟这个无赖是一伙的！人呢？怎么还没来？刚刚明明说已经到了，我先打电话问问。不好意思啊，江总，刚才那个肚子有点痛，上了趟厕所。这个是你要的肖像预测图，我们教授让我一定要亲手交给你。秀宁？怎么会是秀宁？跟我去找她。是。妍妍，我真的没有害你，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找人去查，真相一定可以证明我是无辜的。无辜？你还知道无辜二字？像妍妍这样花样的年纪才是无辜。幸亏我进来的及时，不然你让妍妍以后的路可怎么走？你真是恶毒！你胡说！妍妍，我真的没有害你。像你这种没读过几天书的乡下女人，真是可怕。到现在还满嘴谎言，我看你呀，就是因为我姐夫这几天对你太好，竟然忘乎所以，竟然敢害他最宝贝的女儿。我没有，你没有，那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？解释不清楚了吧？那就别再装无辜了。来人！爷爷，海小姐，你们没事吧？这是怎么了？这是？这个声音怎么听起来那么……我想起来了，是他们把我带来这儿的。你胡说！明明是你让我们跟着你来，说有好戏让我们看。就是，我们到了感觉不对，没有进屋就离开了。那会儿我们就觉得你不怀好意，没想到你居然让我们来看妍妍小姐的笑话。这下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怎么这么恶毒？我真的没有，我是因为喝多了才被他们带来这儿的。虽然我迷迷糊糊的，可是他们两个的声音我认得清清楚楚的，你相信我？喝多了走不动道，被我们解释了。你可真能编啊！你短剧看多了吧你？对呀，明明是你让我们来的，你现在反咬一口，说我们陷害你，你太阴险了吧！你说是他们故意带你来的，有什么证据吗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你们几个合起来在整我，那我自然说什么都没有用了。他们凭什么整你啊？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世界上除了你以外，全部都是坏人？我告诉你，像你这样心思歹毒的女人，根本就不配做首富夫人。就算我爸要另娶，也只能是我的小姨。妍妍，今天他既然对你做出这么恶毒的事，明天还指不定怎么对待你呢。今天必须让他付出代价！来人，得给我抓起来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啊！为什么要认？我来这就是为了救妍妍，真正害她的人不是我，是你们！你以为妍妍和你一样没有脑子，会相信你的鬼话吗？就是假惺惺的，恶心死人了！你所谓的救我，实际上就是你自己跑不掉，找的借口。这么痛，元昭要是知道了，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。这么令人作呕的事情，
你都做了，你以为我姐夫来了会向着你？你恶意损毁妍妍的声誉，就算我姐夫来了，他也会为妍妍狠狠的教训你。我爸最疼爱我了，他要是知道你这么恶毒的对我，他一定不会饶了你的。妍妍，既然他现在已经没法抵赖了，那就赶紧让他签个认罪认罚书，交给你爸爸。对，小姨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你要是有悔改之心，就赶紧认罪认罚，签。认罪书什么关系？签了我就更说不清了。签啊，快签！妍妍，这个女人已经认罪，我看啊，她就是倚仗着自己肚子里的孩子才敢加害于你。将来这孩子要是生下来，还指不定怎么害你。小姨，你说的对，如果留下这个孩子，一定会给将来的我还有江家惹麻烦的，所以今天要连他一块除掉。不要伤害我的孩子！抓住他，把他给我往上撞！不要！离我手！离我手！妍妍，我真的没有害过你，是你爸爸让我和你多亲近多关心你呀。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亲弟弟，放过他好不好？你放过他好不好？求求闭嘴！别拿我爸压着我！你肚子里面的这个野种也想做我的弟弟，他也配？妍妍，你听我说，今天分明就是有人想借着你的手除掉我和我肚子里的孩子，你不能听信他们的话，做出无法挽回的事情，不然远州如果知道的话。秀玲，秀玲呢？立刻给我查，夫人去哪了？是。秀宁，没想到你就是20年前救我的人。从今天起，我要尽我最大的努力给你幸福。江总，刚刚玉宝爷说看到了夫人被人带到酒店6楼休息，去找她。这就是你害本小姐的下场，活该！妍妍小姐，她流血了，把她给我拖出去，省得给我碍眼。住口！大人，秀玲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审判枪是这样的，是谁干的？姐夫，不关我们的事，是他自己撞个手脚兄弟。远州我们的孩子，快找医生！是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爸，都是这个坏女人勾结坏人，设局害我。他还让人非礼我，差点要了我的性命。爸，你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没错，姐夫，这里所有的人都看到了，而且他还写了认罪书，请您过目。没错，姐夫，而且这里所有人都看到了，而且他还写了认罪书，请您过目。他的罪行，认罪书上都写得清清楚楚，他也承认了，还按手印呢。爸，这个女人这么歹毒，你可千万不能手软。秀莲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听着。你相信我真的没有害过妍妍，这些罪名都是他们强加给我的，我不认罪，他们就对我动手。这个手印是他们拿着我的手印按下去的，没有人给我作证，不知道远州会不会相信我。信，我信，你说的我都信。这件事我一定会查清楚。医生，孩子没事吧？江总放心，孩子并没有什么大碍，只是今后不要再让夫人遭受这么激烈的撞击了。活该，谁让他那么坏，就算孩子没了，也是他自己的报应。姐夫，妍妍她……你给我闭嘴！爸，你打我！你竟然又为了这个女人打我，我讨厌你！就是我以前太惯着你，你今天才会变成这个样子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俩做了什么。
你们说秀玲自己撞了桌角，这种事我会信吗？当我江远洲是什么人？就算是妍妍先动了手，但妍妍一向都乖巧。如果不是这个乡下老女人做出这么恶毒的事，妍妍她怎么会这么做？都是这个乡下老女人的错。给我闭嘴！谁准你这么说秀玲的？爸，我才是你的女儿，你非要这样向着她吗？以后这个江家有她没我，有我没她。江妍妍，你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？爸，今天你在我和这个老女人之间选一个。你是在威胁我吗？你就算是想给我找继母，也应该是辛苦照顾我们多年的小姨，而不是这个卑微又下贱的女人，她根本就不配做我妈。姐夫，我姐姐是什么身份？她可是荣城豪门唐家的大小姐。妍妍出身这么高贵，你居然让她认一个没有文化、没有教养的乡下村妇做妈妈，她怎么会甘心？就算是我姐姐也不会同意的。爸，你今天如果不赶她走，我就离开江家，再也不回来了。你这么处心积虑的赶秀玲走，等你知道她的真实身份以后，会后悔的。她什么真实身份？她不就是一个内心卑鄙又龌龊的女人吗？难不成还是什么豪门总师的女儿？宋助理，把肖像拿给他。是。你好好看看。你给我看这个女人的肖像是什么意思？我知道了，你是让我走。行，我走。你就这么稀罕这个女人的肖像吗？爸，你是不是忘了当年我妈是怎么救你的？她要是知道你现在这么对她的女儿，该多伤心啊！姐夫，你难道真的要为了这个乡下来的老女人赶我们走吗？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么好，我带着妍妍和我姐姐的遗物，现在就离开江家，因为这里也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了。爸，你这么做对得起我妈吗？我们现在就走，我希望你不要后悔。你别再任性了，不然你会后悔的。我凭什么后悔？王，进来，你来告诉他究竟发生什么事了。妍妍小姐，其实当年救江总的不是夫人，你也不是夫人的亲生女儿。你说什么啊？当年江总遇难，我又受了重伤，后来去找你亲生母亲。您的母亲善良，带着幼小的你，去把坏人给引走了。当我们赶到时啊，你一个人在路边哭，你的母亲已经不见了踪影。我们找了很长时间，后来江总把你带回家交给夫人，从此视如己出。你说我不是我妈的亲生女儿？这幅肖像画上的人，就是你的亲生母亲。什么？妍妍，你的肩上是不是有一个红色的蝴蝶形胎记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女儿的胎记和我一模一样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这个乡巴佬怎么会是我的妈妈？小姨，小姨，你告诉我，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！妍妍身上的胎记根本就不是什么秘密，而且你刚才冲进来的时候，不是也看到她身上的胎记了吗？哼，我认得你，你就是江总身边贴身保镖，这么多年你都没有认出来，为什么现在偏偏要说出来？是不是李秀宁指使你这么做的？他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我是因为找小姐的亲生母亲出了车祸，失忆了。我也是刚刚才恢复记忆的，才立刻向总裁汇报。哼，你们早就勾结在一起了，怎么又会承认？爸，这一定是搞错了。
我的亲妈。对呀，姐夫，这个保镖这么多年都没想起来，为什么他一来就突然想起来了？哪有这么巧合的事儿？秀宁，你还记得20年前的事吗？我记得，那时候我被人追捕的时候，不小心跌进了山谷，我头上还有被撞伤的疤。如果不是你，我早就死了，更不可能建立起江家的商业帝国。没想到20年来，你竟然在机缘巧合之下救了我2次，我真是对不起你。第2次你救我的时候，我居然没有认出来你。可能这就是缘分吧。元州，你信我，我真的不可能去害我自己的亲生女儿的。真正害妍妍的人，一定要把他们找出来，严惩他们。好，我绝不姑息。把伤害妍妍的人带进来。告诉我，是谁指使你的？告诉我，是谁指使你的？我是不是要我把你送去警局，你才说实话？是他们说他们指使我的，他们让我在房间里等着，说只要有女人进来，就让我非礼她。我也不知道这来的会是您家的千金啊！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怎么会指使你干这种事儿？我可没有胡说，我怕他们事后不给钱，我还悄悄录了音呢。你就在这等着，一会儿啊，不管是谁进来了，你就办你该办的事情。说好的报酬，你把事情办好了，少不了你的。哎，我这么信任你，我什么时候指使你做这种事儿？姐夫，他干了什么？我真的不知道。你想啊，妍妍是我的亲外甥女，我怎么会害她呢？而且她还是我姐姐的最宝贵的女儿啊！我跟了你这么多年，你一定要相信我呀！没错，他不可能伤害你。你看，他都说我不会害妍妍的，因为你真正要害的人是我。李小明，我还以为你是个好人，原来你这么歹毒！你给我闭嘴！你做了什么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害了我的未婚妻，还害了肚里的孩子。你姐姐这么善良，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妹妹啊？秀年，你说该怎么处理她？我们乡下人不懂什么大道理，我们只知道毒蛇不会因为你对它好，它就不咬你。把她送进警局。姐夫，我求求你，我在你身边这么多年，我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？我就是太知道了。以前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看在你姐的面子上，我才没跟你计较。你看你现在都做什么？带走，不许踏我江家半步。妍妍，你帮我跟姐夫求求。小姨，你真的让我太失望了。我这么信任你，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把你当成我妈妈的替代。没想到你竟然让我这么恶心！你们怪我，你们竟然为了这个乡下的老女人都怪我！像她这么下贱的人，凭什么和我比？这么多年，我一直陪在你身边，帮你照顾妍妍。可自从你有了这个贱女人以后，你就一脚把我踹开。现在就连妍妍都因为她讨厌我。他们讨厌你是因为你心术不正。我心术不正？难道你心术就正吗？你敢说你没有想霸占江家的财产，没有给予江家最忠诚荣耀的地位？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贪心，
今天的遭遇都是你罪有应得。我罪有应得，凭什么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你们想要的，而我却是罪有应得？哈哈哈！凭什么？凭什么你可以做首富夫人？凭什么他能娶你？我不服！我不服！疯了，给我拉出去！走。妈，我之前做错了事，你能不能原谅我？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？我知道错了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！妈，你别这样，妈，是我，好人坏人都分不清楚。如果你不原谅我的话，我就不停手。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小莹莹，你妈她需要休息，你这是又在搞什么？我只是想让妈原谅我，我太容易受坏人挑拨了，我之前还差点害了妈妈和弟弟，我真的很后悔。就算你求原谅，能有这么激烈的方式吗？我这就把你给惯坏了。还愣着干嘛？赶紧回家里反思，一天反省不彻底，就一天不要出门。是，我这就回去。秀娘，妍妍都被我宠坏了，才会做出这样的错事。如果你心里难受，不想原谅她，我就让她不要过来烦你。我不知道，20多，我每天都在想他，我每天都盼着能够早一点见到他。可是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去原谅他。不要勉强自己，一切随缘。其实我觉得你应该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事业上，我可以照顾好我自己的。我拼搏了半辈子，就是想给家人更好的生活。如果我每天忙着连陪妻子的时间都没有，你说我做这一切的意义是什么？只可惜我什么都帮不上你忙。谁说的？你不仅救了我2次，还送我一个未来继承人。我对这个孩子给予了更大的期望，我们以后要把他好好的教育成才。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是非对错。你说的对，等会我陪你去天佑寺祈福，希望我们接下来可以顺顺利利的。李秀娘，我终于找到。秀玲，我有事要处理一下，你在这等我一下。好。向总，江远桥在米国的机场刚下飞机不久，就偷偷坐上了回中城的航班。他这么做一定是有预谋的。准备一下，马上开个线上会议，提前做好准备，以防万一。是。远征，孙浩洋，怎么是你啊？妈，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呢。今天爸和妈来寺庙里祈福，他们爬山肯定累了，希望他们能喜欢我做的小事。妈，有危险！孙浩洋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赶紧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别紧张，我就是来找你叙旧的。从我们2个人脱离母子关系那天开始，我跟你究竟没什么好说。你已经不是我儿子，所以你没有资格继承江家的产业。住手！住手！你放了我妈妈！
你他妈谁呀？敢坏脑子的好事，信不信我弄死你？瞎了你的狗眼，连本乡亲都不认识！我可告诉你啊，我爸是荣城的首富江远洲，他要是知道你绑架了我妈妈，他肯定不会放过你的。爷爷，你怎么来了？妈，你别怕，我是来救你的。你就是我那个小时候丢了的妹妹啊！你别乱跟我攀关系！爷爷，你怎么样？快醒醒！爷爷，有没有哪里伤着？头还疼不疼？妈，我没事。之前都是爷爷做错了，这1个月以来我已经自我反省了，我以后都会听你的话，你就原谅爷爷好不好？傻孩子，我早就原谅你了，我只是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跟你相处。妈妈，哎，你俩呀，就别玩什么母女情深了。张总，公司现在目前一切正常，张远强他们那边现在没有什么行动。以我大哥的做事，一定会有所行动，但这次却安定了出奇，肯定哪里不对。江总，不好了，夫人不见了。糟了，秀宁，快去查下监控。是。浩洋，你疯了吗？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要当超级富二代了。我配，就你也配！你最好赶紧放了我们，放了我们！都给我闭嘴！住手！给我抓住他！给我抓住他！是。爸来救我们了！爸！远洲。没事。华阳，上次是秀玲向我求情，我才放过你。你今天恩将仇报，竟然要害死自己的亲生母亲和妹妹，你真是丧心病狂啊！把他送去警局，让他接受他应有的惩罚。哎，江总，我也是你儿子，我没你这么不懂感恩的儿子。带走。我看今天你们谁也走不了。叔叔，救我呀！妈敢抓我，知道我谁吗？我可是江氏集团的太子爷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拦我？你怎么在这？老弟呀，你不是早就知道我回来了，这有什么好惊讶的啊？你来这干嘛？哎呀，我的老弟，这么多年，我想干什么，你还不知道吗？啊，今天我就要取回原本属于我的江氏集团。凭什么说江氏集团是属于你的？哼哼，就凭你今天走不出这个屋子，还不让他住手？这样打下去会死人的，这样伤了弟妹，那可怎么得了？冯助理，住手！接呀！喂，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看这个样子，让我来猜猜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被踢出了董事会，是不是啊？不是，是你干的。哎呀，那不然我回来干什么啊？你是不是很好奇？刚刚你明明召开了紧急的线上会议，却为什么一点消息都得不到啊？啊？为什么？那是因为他们都被我控制了，还包括你派去监视我的人。张总这边给我们开一个视频会议。你们干什么？
你们要是还想留在江氏集团，那就要按我说的做。还有更精彩的，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那就是一向支持你的那3大股东，现在转而支持了我。你知道那是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这要好好的谢谢你的未婚妻呀！要不是你一直坚持娶这个乡下的乡巴佬，个老女人啊，还把她肚子里的孩子指定为新的继承人，那这点好事怎么会摊到我身上呢？元州，对不起，是我连累你了。这个婚我不结了。荣城本来就不是我应该待的地方。你告诉3大股东，我回乡下去，我再也不见你了。我以后会在乡下专心务农，好好带好我们的孩子。只要我走，他们一定会重新支持你的。妈，你要回乡下，我就陪你一起去。我这么多年都没有妈妈的疼爱，好不容易把你找到了，不管你去哪，我都会待在你身边的。琳琳，要回你们回，我才不回那个又穷又破的地方。你们都走了，我就是江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，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叔叔，你答应过我的，只要我帮你，就要当继承人的呀。你是不是傻呀？啊，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野种，也想继承我江家100亿的资产，是谁给你的底气啊？在江家，你就是一条狗。郑远超，你个王八蛋，是你让我帮李秀玲的，你说过的啊？你凭什么不讲信用？当初可是你找到我的。你听说有人跟狗讲信用吗？给我把他带下去，找个狗洞把他拴起来，让他安心的在那里做条狗。妈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快救我呀！妈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快救救我呀！妈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快救我呀！妈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快救救我呀！妈，你现在知道错还有什么用？秀宁，你和妍妍哪也不用去，咱们一家4口啊，会永远在一起。那好啊，那你们一家4口就认命，回到乡下去种地，怎么样啊？那这样的话，我可以放过你们，好不好啊？爸，喝水。你妈呢？妈？哦，妈，你慢点儿。江总，今天下午有股东会议，请您回荣城。秀宁，今天你们要不要跟我回荣城？我在这边都住习惯了。再说了，这乡下的生活啊，让我感到很轻松。爸妈就是喜欢这清新的空气和干净泥土的味道。既然你都已经答应他在这安心养胎了，你就把他放心的交给我吧，我一定会照顾好妈妈和弟弟的。爸，你就放心吧。再说了，你给妈专门定制的孕妇衣服，还有自动警报系统，就算是妈遇到危险，也会第一时间发送到你的手机上的，你就别担心了。女儿懂事了，那就交给你了。去吧。山清水秀啊！你别过来！山清水秀啊！你别过来！
乔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不是被关起来了吗？我被抓起来了吗？江远洲签了这份财产转让协议，我就让你们一家4口留在这里务农。真正要走的是你，这是职务解除告知书，你已经被踢出董事会了。怎么可能？我们不是已经达成协议，不是要罢免江远洲吗？怎么被罢免的人是我？我不信！我不信！江远桥，是你自己太天真了。3大股东是什么人物啊？都是跟着江氏集团从大风大浪里走过来的。就算他们不赞成我许秀宁，但是他们也绝不会轻易把集团交到你这种手足相残的人渣手里。所以，到底是什么让你们倒向江远洲？刚开始啊，我们也不愿意看到远洲娶一个乡下人，也想与你合作。可是我们的人生阅历丰富，所以就没有当时做决定。所以我们派人分别调查了你们兄弟俩，包括李秀宁。什么？你们派人去调查我？没错，调查结果出乎我们的意料。李秀宁虽然是乡下来的女子，但她就如远洲说的一样，淳朴善良，算得上是一个贤内助。她虽然没有你们那么高的学历，但是啊，她懂得老祖宗的处世之道，她懂得接人待物，而且处理问题公平公正。比起你们这些读过很多书却毫无道德底线的人，强多了。他比我强？你以为你自己什么好东西啊？利用职务之便贪污我就不说了，居然还被我们查到20年前，还有几个月前，指使人谋害你弟弟的都是你，而且2次救远洲的也都是李秀宁。你说，你让我们选谁啊？我大哥现在大势已去，你们还要跟着他为虎作伥吗？你们这群无用的东西！把江远桥给我抓起来，依法处置。我不服！江远洲、李秀玲，我还会再回来找你们的！我不服！我被抓起来了！哎呀，我被抓起来了！妍妍，他好像不太对劲，先不要刺激他了。我也看出来了，我在那个小房间里好可怜呐，好无聊，他们都不愿意陪我玩，还给我打针吃药，我恨死他们了。不，你们来陪我玩好不好？我们就来躲猫猫，我扮演总裁，你们来演那个坏人。如果要是被我抓起来了，我就对你们执行死刑，好不好？快跑，快跑！跑起来，跑起来！好，秀玲出事了，快回去。是。跑起来，跑起来！哎呀！这有声啊，队长！秀宁，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快送秀玲去医院。是。我再也不做坏事了呀！快，秀玲，别睡啊，到医院了。郑总，我们已经准备了全龙城最专业、最精良的医疗团队，一定会保证总裁夫人和孩子的安全，您放心。哦，江总，江远桥已经按照您的意思送去了孤岛精神病院，以后他再也别想出来害人了。好，这么长时间怎么还不出来？不会出事了吧？母子平安。秀宁，
你辛苦了。你看看。好。哎呦，恭喜爸爸妈妈，爷爷也有弟弟了。我们一家4口啊，终于能平平安安在一起了。